2023年10月10日 ，Swiss News 全明星社群报总编编张公明 Jeff Chen 杰伦老师明星工作室 Star Workshop 102位订阅者，订阅0，分享观看次数52次。2023年10月10日，井号琼瑶，井号滚滚红尘，井号暗恋桃花源。电影总编编看，华流超级巨星林青霞。林青霞，1954年11月3日，台湾影视演员、作家。1973年，年仅19岁的她以琼瑶的电影《窗外》正式出道，是1970年代后期台湾最著名的琼瑶式爱情片巨星之一，与秦祥林、秦汉、林凤娇并称二秦二林。1980年代中后期，她逐渐将重心移往香港影坛。1990年代在古装武侠电影中成功转型，东方不败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电影角色。林青霞从影时间超过20年，1994年结婚后淡出影坛，其影前已演出超过100部电影，有一半是文艺爱情片。她曾于1976年以爱国抗日题材的电影《八百壮士》杨惠敏一角获得第22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于1990年以《滚滚红尘》女作家沈韶华一角赢得第2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2023年获颁第60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林青霞出生于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县三重镇，今新北市三重区，旋即移居嘉义县大林镇的眷村社团新村。她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一姐林丽、一兄林承森、一妹林丽霞，姐姐自幼寄养于大陆的叔叔家。林青霞婚前曾与勾锋、秦祥林和秦汉交往，1994年6月29日与香港富商邢岭在旧金山结婚，其后告别影坛，随夫居于香港，两个女儿邢爱玲及邢妍爱分别在1996年与2001年出生。201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著作《窗里窗外》。2012年，为卡的雅与故宫合办的皇家风尚清代宫廷与西方贵族珠宝特展开幕剪彩。2013年1月，受邀为文化部阅读新浪潮首位文化大使。10月，世界影音遗产日抢救台湾老电影担任守护大使。11月，受邀担任第50届金马奖颁奖嘉宾。2014年出版第二本散文著作有声书《云去云来》。2015年参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偶像来了》。2016年，我们的那时此刻纪录片林青霞旧片出现在电影中，电影宣传时列名于演员表内。2018年获选为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焦点影人，电影节的云外笑红尘林青霞专题选映她担纲演出的14部主要作品。林青霞并出席于同年3月31日假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香港名家讲座，与影迷分享她对电影、艺术及生活的独特感受。该讲座由施南生主持。第20届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终身成就金桑奖，主办单位亦精选几部代表作，举办回顾展。2019年3月5日出席《滚滚红尘》数位修复版在台上映首映会。同年11月3日，林青霞身穿黑色旗袍庆祝65岁大寿。2020年11月出版第3本散文著作《镜前镜后》。2023年4月3日，林青霞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扬她为艺术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2023年本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林青霞、陈坤厚，金马影展分别选映4部代表作向他们致敬。林青霞的出道作《窗外》数位修复版在影片问世半世纪后，井号琼瑶原著小说60周年，终于在台湾正式首映，意义非凡。
让他在攀演艺巅峰的《井号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也首次以全新数位修复的粤语版在金马影展放映。另外，唯一主演过的舞台剧《井号暗恋桃花源》电影版以及金马封后之作《井号滚滚红尘》，都是影迷不容错过的代表作，也足以见证他颠倒众生的荧幕魅力。总编编分享世界娱乐好新闻、好知识，分享华流电影好文章。特别感谢 Google RSS。本文章影音制作联合冠名赞助爽报新闻网、民权所明星工作室与明星报。Was News 张总编编欢迎转发本视频，并转贴按赞或一键3连，感恩感激感谢您。Was News 全明星社群报总编编张公明 Jeff Chen 杰伦老师明星工作室 Star Workshop 102位订阅者。影片简介：林则留言 ：TKT TV 一贯道到亲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发表留言，3点13分14秒。现正播放。恢复神经系统香草轻柔的音乐，镇静神经系统，工作放松。井号3 Soothing Hand Drum 观看次数41万次1个月前。Shorts 2025年6月18日观看次数124次。Creative Idea 井号 DIY 观看次数1784万次。电风扇千万不要资源回收，观看次数50万次。A Practical Trick with a Syringe 观看次数767万次。Why No Country Can Copy the 地下2楼 Bomber 观看次数288万次。Soviet 125公里 Hypersonic MOF Sabo Dart Round D 横线81杠 T 横线72 Tank 井号 Military 井号 Bullet 井号 Unboxing 观看次数1230万次。25冒号38现正播放。Red Aura 25-minute timer Methodized Moments 观看次数55万次。3年前1点0分37秒现正播放。放松钢琴音乐，耳机舒缓的海洋钢琴音乐，帮助您放松压力，拥抱平静。Relaxing piano music, release stress and embrace calm. 4 Life in music 观看次数181次。16小时前新影片12点57分现正播放。美教妈妈分享圣经中伊朗的命定 FT 圣经百会 Bible Buffet 以色列美教 Israel Mega 观看次数13万次。2天前新影片30冒号09现正播放。Purple Particle Rain LED Light Wall Feature Loop Motion Background Video Background Loops Download Visuals Free Video Background Loops 观看次数12万次。2年前30冒号14现正播放。赖清德台湾是主权国家团结国家10奖第1奖国家赖清德观看次数3405次。3小时前新影片7点17分现正播放。莎士比亚频道第10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嘉宾周家辉。爱丽丝演艺频道 Alice Theatre Channel 观看次数143次。4年前7点52分现正播放。1900年拍的清朝真实影像，看看当时的日子有多苦。魏迟杰影评观看次数227万次。2年前14点59分现正播放。Simon and Garfunkel The 25th Anniversary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Concert October 29, 2009 Simon and Garfunkel News 观看次数
1831万次13年前17点47分。现正播放。黑人老太太骑摩托被种族主义警察持枪拦下，正当他们抓她去警局时，几十辆特种部队车辆赶来。感动之路，观看次数1.2万次4天前。新影片。